继续来看呢，客家贡献奖嘅专题报道。今年客家贡献奖2年文史文学类得主杨江婷，以做教育工作有46年研究为约，老身体研究客家母语文学同本土历史到客家语言，所以已经出版了20多本书，也发表了70多篇的文章以外，也还书写汉文诗词，明年会编写做一支客家牌记，而希望也是来变做大家好客化嘅方式。行业客家人文生态馆第一部分嘅花草树木，本2087世界用奖灯，慢慢嘅灭到头白嘅事情。另外会馆头白系分享国小，系其细汉时节读书，未系替换了后归乡父母嘅好教。佢对故乡泰山伯有真情嘅感情，所以是开始归内列嘅田野调查。68年做校长，睇到76年为止的10年间啦，吼，他哋对客家历史的地方嘅历史，写书，写论文。对郭小先生做到校长，做教育工作46年嘅杨奖灯，认为讲。读文学作品，清晰地培养青年嘅学习能力。所以，民国80年，新竹县开始推动国小乡土语言教学嘅时节，其实负责来编教材。80年以后，我还系做校长，嘅新竹县最先推行母语教学，咁母语教學嘅第一本嘅客家嘅教材係我寫嘅。客家教材寫落嚟先冇人看得書，所以我寫教學指引啊，得到教育部嘅母語教學嘅著作獎。除了編寫鄉土語言教材之外，楊獎燈還寫20萬本客家文學同歷史嘅相關著作，嚟公開發表超過70篇嘅文章，嚟被拿到客家貢獻獎佢真強嘅講，也係做一個抗人嘅資金。我冇乜嘅感覺到有前特別嘅為咗前偏向嘅事情，我感認為做一個教育工作人員研究呢一方面咯，是咯，呢個母語嘅文學，本土嘅歷史，和客家嘅語言，你係愛深入嘅事啫，我想呢3種都有必要嚟做，係我感認嘅看法。語言係文化嘅根，為咗保存抗議，楊獎燈參考50-60本書，創作客家牌記。大概牌記19+4有577嘅排列方式組成，俾小朋友輕鬆來學。佢希望留本後進一本學客化嘅文學工具書。雖然82歲咧，我到底下還有寫俳句，就客家嘅俳句。我當日寫日記，當日都寫一篇忠心獻日冇天賦嘅想法這樣。真多家長圖片時生活，唔記得用母語嘅重要性，跟他用華語同西語對話。而且呢，楊獎燈認為復興客化要對家庭生活來做，透過大專嘅方式，俾西語有母語嘅環境，安尼將是同客化繼續傳落去。客家新聞黃文堯，新竹報道。